对呀，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多少人，所以真的辛苦大家了。我们被骂是应该的。优利理财以及 LINE 的官方账号上是好不好意思？那刚聊到说最近最任性的花费是买车子，不是最近啊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很对不是房子啊，那不会任性啊，那蛮大笔钱的，对对啊，那个车子我就觉得好像，我觉得任性是因为我不常开，然后它又很容易贬值，然后对，那只是为了它好看这样子，对我而言啦，对。那买来之后有开过10次？有啦，但是就都短距离，因为其实市区真的不，好像有时候坐电车比较方便这样。几天遇到没得是不是？对啊，在颁奖典礼遇到。然后就开始聊一下要唱的歌。没有聊一下，就经过而已。你说两个人经过嗨，我们要唱什么这样？然后就擦肩而过，就没有多聊。对，我们彼此不是台底下不太聊天。没有看到粉丝的留言吗？因为有啊，有什么妹妹背着洋娃娃？对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派大星啊，对，派大星，派大星又不红，是你们自己的歌就不红啊，自己觉得啦，应该要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歌。但已经有理想的歌曲。有1-2首，但还不知道可以怎么搭这样子。我现在老实说，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压力。这也不会有就是睡不着啊、失眠、做噩梦这种状况。没有，每天都赶着想睡觉，没有失眠。然后睡觉就不要起床做事。就每天起床就好想睡觉。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到dress rehearsal 的时候，就会有点紧张，因为全部着装，就很怕那个衣服或是舞台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就会突然间会紧张这样。这题目你是有稍微念了一下团队是不是？我其实也是，因为刚好我卖完之后，我下飞机我才看到题目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们这次会有不一样的方法，可能跟上一次不同。对。这次又比上次难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对呀，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多少人，所以真的辛苦大家了。我们被骂是应该的。